閒聊之王。今集有30幾題 IQ 題，睇你識答幾多。即刻開始。咩嘢係由屁股新鮮屙出嚟，但好多人都中意食，有啲人仲日日都食添？答案係雞蛋。咩花通常冬天係熱，夏天會係凍？眼花花。錯。黐膠花。錯，答案係豆腐花。小明日日同人打交，點解老師同校長見到都唔罰佢？因為小明已經畢業，做咗拳擊手。大文中咗6合彩，有1000萬獎金，點解佢第一時間唔去攞獎金，反而係咁打自己？佢開心到黐咗線。錯，答案係佢想證實一下自己係咪發緊夢。咩嘢生唔可以食，煮熟都唔可以食，有火燒緊嗰陣先可以食？答案可以係閒聊之王 Facebook 揾到。有兩姊妹個樣生得一模一樣，兩個人都係18歲，點解佢哋唔認自己係雙胞胎？因為佢哋講大話。錯，因為佢哋係三胞胎。阿強有手有腳，又唔係殘廢，點解佢飯來張口，衣來伸手，都冇人話佢懶？佢係皇帝。錯。佢好有錢。錯，答案係佢係個 BB。超級市場邊樣嘢最值錢？罐頭鮑魚。錯。清潔阿嬸。錯，答案係收錢機。阿福話自己去打獵時捉到隻牛，即刻燒嚟食，仲要一個人食晒，點解大家覺得佢冇講大話？因為嗰隻係蝸牛。阿春唔識寫個笨字，於是查字典，點解佢查嚟查去都查唔到？嗰本係英文字典。錯。嗰本係法文字典。錯，因為佢除咗笨字唔識之外，其他字都唔識，所以查唔到。咩嘢食物食之前係綠色，食落口係紅色，吐翻出嚟係黑色？答案係西瓜。阿蓮訂生日蛋糕時，老闆話需要24小時先有得攞，後來點解3日後先攞到？答案係間鋪每日工作8小時。咩書一買要買2本？答案係結婚證書。米氏每次見到公仔麵都會打佢，有日佢見到意大利粉，點解都打佢？因為意粉樣衰。錯，答案係佢以為公仔麵做咗負離子直髮。一口咬甩牛尾巴，估一個中文字。答案可以係閒聊之王 IG 揾到。考下你眼力，兩幅圖有咩唔同？夠鐘開估。考下你眼力，邊個圖案係唔同？夠鐘開估。今集不解題係聖誕節唔好約咩人去玩？呢題係個爛 gag，下集會開估。記得點讚同訂閱，下集見。下集見。